台北国际核数用品展这个艺品展啊，又就是顶礼拜五伫世贸举行啊，想袂到讲呢，头一天开幕就丢贼头，参展的业者就指控讲啊，暗时6:50时，伊收单了后，贼仔就入去啊，可能这个货架顶价值差不多是141万块，这沉香拢互人偷摕去，啊，警方就依照这个监视器的画面开始去找人，伫苗栗头份掠到姓林的嫌犯，并且将这沉香拢总甲找到。为什么要偷沉香啊？偷的这个就是偷的141万沉香的姓林的嫌犯。台北国际核数用品艺品展开展的头一天，伊穿白衫牛仔裤，手摸一个箱仔，为单位行出来，将价值141万为越南来珍贵的沉香港偷摕去。从这边，从这个架子，然后到最里面那边，然后再从桌上这边，大概只花了3分钟的时间。姓林的嫌犯偷摕时间前后较无3分钟，业者表示讲，迄一天6点外收单转去，过两天来上班的时发现讲，富心红土沉香顶有3种的沉香全咧无去啊。被人偷摕去的沉香看起来敢若是普通的茶壳，其实这是特有的手证，真有价值。苗栗的头份证，那查缉犯嫌到案，并起出他所窃得的赃物。加在这珍贵沉香，经过警方以监视器画面去掠人，总算伫苗栗头份将36岁嫌犯家掠到，互伊偷摕去的物件还未转手，嘛有找到，对业者来讲真正是有惊无险。